緊急警告：特朗普計劃入侵加拿大與格陵蘭，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今天就由我愛蜜利亞報道這篇新聞，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讚。以下消息來自 Malcolm Nance。該政權的言論顯示決策已定，他們只是尚未確定具體方式與時間。特朗普政權的前5週政治言論清楚顯示，美國完全有意在特朗普總統的命令下入侵並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預計的時間表可能是6至18個月，透過政治動盪來削弱加拿大經濟、分裂政黨，並進行秘密顛覆行動，包括識別並接觸那些願意背叛自己國家的加拿大人。最佳希望是在情報機構和軍隊中忠於憲法的反特朗普勢力提前破壞這項行動，並將計劃公諸於世，從而阻止動員。然而，這並不能保證特朗普不會執行這場入侵。對加拿大的佔領將迅速演變為一場席捲整個北美大陸的高強度現代戰爭，類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並且可能迅速惡化為更激烈的叛亂戰爭，導致數千人傷亡。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極有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崩潰，並引發第2次美國內戰。這一時間表雖然最可能發生，但也是最糟糕的行動方案。美軍可能會透過空中作戰，隨後派遣特種部隊迅速奪取加拿大武裝部隊的關鍵設施，幾乎毫無預警地發動攻擊。根據陸軍條令，軍事規劃流程旨在確保徹底性、清晰度、良好判斷力、邏輯性和專業知識，以理解情勢，制定解決方案並作出決策。行動方案 COA 通常基於可行性、適切性、可接受性和完整性來評估。換句話說，即能否做到，應不應該做，這樣做合適嗎？計劃能否成功？但在特朗普白宮，這些規劃標準從未被認真考慮。他們全憑直覺行事，並且認為總統的豁免權，加上全球首富伊隆馬斯克的支持，能讓他們為所欲為。特朗普政權的行動與言論顯然表明，他與其寡頭支持者之間存在一項秘密議程或協議，即透過武力與既成事實，將美國的邊界從墨西哥推進至北極圈。特朗普政府顯然已經做出戰略決策，準備執行一場長期規劃的行動，擴張美國版圖，將整個北美和西北大西洋納入其中。儘管他們公開討論過購買或吞併格陵蘭，但幾乎所有內閣成員似乎都被指示要強硬地重複特朗普總統的說法，即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的第51個州。這些言論被評估為針對我們北方鄰國的刻意政治戰手段，以在武裝吞併前先行破壞其穩定。在政權交接期間，特朗普於2024年12月初開始稱加拿大總理賈斯丁·杜魯多為第51個州的州長。此後，他幾乎在每次談及加拿大時都重複這種嘲諷性的侮辱。2025年1月7日，特朗普聲稱他打算透過經濟手段吞併加拿大，使其與美國統一。2025年2月2日，在新政府上任僅13天後，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發布了有關政治顛覆行動最具細節的框架。我們每年花費數千億美元補貼加拿大，為什麼？根本沒有理由。我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東西。我們擁有無限的能源，應該自己製造汽車，而且我們的木材多到用不完。如果沒有這筆巨額補貼，
加拿大根本無法存續。雖然殘酷，但這是事實。因此，加拿大應該成為我們珍貴的第51個州。稅收更低，軍事保護更強，而且沒有關稅。48小時後，他對加拿大發起貿易戰，施加25%的關稅。雖然這一決定隨後被撤銷，但一個月後，他再次實施相同的關稅措施。一些加拿大的情報分析師和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這些短期的關稅政策變動是計劃性行動的一部分，旨在測試股市反應，評估加拿大經濟的承受能力。每一次關稅實施都給美國經濟帶來短期影響。2025年3月的關稅實施更是直接抹去了自2024年大選以來的所有股市漲幅。根據數據，市場總市值蒸發了1.2兆美元。加拿大立即對美國實施了25%的報復性關稅。此外，加拿大各省的省長也採取了針對美國的經濟措施。例如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下令將美國酒類產品下架，並將電價提高25%。這些措施將一直持續，直到特朗普政府完全取消關稅威脅。然而，這似乎不太可能發生。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2025年2月3日，特朗普與杜魯多的電話交談一開始就充滿敵意，最終更是演變成互相咒罵。特朗普要求加拿大開放乳製品市場，並要求加拿大停止賓太尼走私。然而，加拿大邊境截獲的芬太尼僅有43磅，相比之下，來自美國的芬太尼高達148磅。而來自墨西哥的更達21000磅。加拿大宣布將實施一項與前總統喬拜登達成的更嚴格邊境管制計劃。特朗普表面上同意了，但針對加拿大的攻擊卻日益加劇。特朗普內閣成員已完全接受第51個州的口號。最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親自前往佛蒙特州德比的哈斯克爾圖書館暨歌劇院。該建築於1901年刻意建造在美加邊界上，房間內僅靠一條長膠帶來劃分兩國領土。諾姆在美國一側高喊美國第一，隨後嘲諷地跨過膠帶進入加拿大一側，連續3次諷刺地說道：第51個州。2025年3月7日，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在接受《今日印度》採訪時表示，如果加拿大的經濟完全依賴美國，貿易協議完全受美國掌控，國防也完全仰賴美國，那麼特朗普總統思考加拿大的正確去向也是很有趣的問題。他還聲稱絕大多數加拿大年輕人希望加入美國。然而，這一說法來自一項過時的調查，該調查是在特朗普就職前進行的，顯示18至34歲的加拿大人中有40%願意在特定條件下，例如保證貨幣兌換無損失，加入美國。但同一調查中，80%的加拿大人明確反對加入美國。最新的民調顯示，這一比例已上升至90%。特朗普的目標群體顯然是指世代的白人男性，他們可能受伊隆·馬斯克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力或許並不存在。針對這些言論，加拿大新聞媒體和政界爆發強烈憤怒。這種難以置信的憤怒情緒甚至將普通的冰球比賽變成了高喊愛國口號的場合。加拿大各界，即使是最親特朗普的亞爾伯塔省保守派省長丹尼爾·史密斯
都公開譴責美國對加拿大步步進逼的侵略暗示。2025年2月初，加拿大國防部長比爾·布萊爾曾表示，他不認為這些威脅是真實的。但截至本文撰寫時，大多數加拿大政治人物已認為美國的吞併威脅是真實且危險的。即將卸任的加拿大總理賈斯丁·杜魯多在最後的發言之一中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經濟完全崩潰，因為這樣才能更容易吞併我們。這絕不會發生。我們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特朗普最有可能的行動計劃。第一階段，政治動盪與顛覆格陵蘭。在接受今日印度採訪時，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需要格陵蘭來確保北極的國家安全，這是所有人都會同意的。而為什麼丹麥在那裡？因為幾百年前維京人征服了那裡。我想問，丹麥和格陵蘭有什麼關係？答案是，什麼關係都沒有。接下來，白宮可能會發表越來越激進的言論，要求格陵蘭人民舉行公投。與此同時，埃隆·馬斯克支持的大規模社交媒體宣傳活動將開始滲透右翼和親俄媒體，營造出格陵蘭人想加入美國的虛假敘事。特朗普及其幕僚早已聲稱格陵蘭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但他們沒有明說的是，美國真正想要的是稀土礦產，以發展先進技術。雖然這些礦產在美國本土也存在，但美國的帝國主義思維認為，加拿大和格陵蘭是未開發的富礦地帶，若想主宰21世紀，美國必須掌控這些資源。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早前與丹麥首相的電話對話，讓丹麥方面感到恐慌，因為對方的咆哮和髒話讓他們意識到，特朗普確實認真考慮奪取格陵蘭。那麼，這一切的目標是什麼？特朗普想要奪取格陵蘭，為他的帝國主義與技術財閥盟友開啟通往冰層下礦床的通道。這些礦床只有在全球暖化導致北極冰層進一步融化後才能開採。同時，在美國發動軍事吞併行動的政治動盪中，美軍可能會以防禦格陵蘭為藉口，在當地部署海軍和軍隊，為突襲加拿大創造條件。第二階段，經濟破壞加拿大。為了製造虛假的戰爭藉口，特朗普可能會向邊緣政治團體投入大量資金。其中一個目標是 WIX 組織。該組織主張加拿大西部，尤其是石油資源豐富的阿爾伯塔和薩斯克切溫省，脫離加拿大，並加入美國。在共和黨的秘密操控下，這些團體可能會通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數千萬美元資金，開展全國範圍的信息戰，營造出大多數加拿大人希望加入美國的假象。馬斯克可能會投資數億美元推動這一議題，加上國際範圍的社交媒體攻擊，足以讓特朗普謊稱自己是在拯救加拿大人民，擺脫極端自由派專制政府。大量虛假民意調查將掩蓋真相，使反對聲音被淹沒。第三階段，入侵格陵蘭與加拿大。馬斯克的新反動主義技術帝國主義議程。較少被討論的是，特朗普的計劃與馬斯克的新反動主義黑暗啟蒙理念不謀而合。新反動主義認為民主制度應該被消滅，國家應由技術官僚與財閥專制統治。此外，他們相信，為了實現先進科技發展，資源開採應無限制，
無監管，最終目標是推動火星殖民計劃。傳統寡頭只想無拘束地掠奪地球資源，而特朗普的執政將讓這些人的經濟與文化支配夢想成真。他們希望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並讓馬斯克利用人工智慧來自動化政府管理。作為政治顛覆計劃的一部分，特朗普在2月初曾公開表示，加拿大作為一個國家是不可行的。他明確表示，如果沒有美國，加拿大根本不會存在。2025年2月24日，馬斯克在他的社交平台 X 上發帖，加拿大不是真正的國家。這句話的選擇並非偶然，而是經過精心設計，與特朗普內部討論加拿大併吞計劃有關。這句話的用詞幾乎與普京為入侵烏克蘭所做的宣傳一致。戰爭的政治後果、叛亂、兵變與內戰。美國若入侵格陵蘭或加拿大，將給美國人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這樣的舉動將立即引發憲政危機，因為共和黨可能選擇為特朗普提供掩護，放棄作為政府三權分立的一部分來制衡總統的職能。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將成為國際棄兒。除了俄羅斯和少數非洲或亞洲的附庸國，沒有人會認為這是正當行為。歐洲將不得不做出可怕的選擇，可能完全切斷與美國的貿易往來。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和丹麥都是北約成員國，這意味着他們可以援引北約第5條，啟動集體防禦機制。這將導致美國與其創立的北約發生全面戰爭。儘管美國擁有戰略核武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但這場動盪不會僅限於國際舞台。美軍內部也將面臨嚴重分裂。美軍中43%是少數族裔，其中多數是不願意執行非法侵略戰爭的士兵。據估計，可能有多達60%的美軍拒絕執行任何對加拿大的進攻命令。駐紐約州的第13地斯距離安大略省邊境僅幾公里，士兵們週末常常越過邊境去加拿大娛樂。讓他們舉起槍，攻擊加拿大海關與邊境巡邏隊、城市特警、加拿大皇家騎警和動員起來的加拿大軍隊，甚至射殺平民。這並不是任何一名真正的美軍士兵願意做的事情。特朗普可能會命令他的國防部長秘密進行部署，如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方式，以軍事演習為名義派遣軍隊，然後迅速奪取格陵蘭和加拿大。然而，真正需要的部隊，如第101空降師和第82空降師，將會被部署於蒙特婁、魁北克城、渥太華、多倫多、埃德蒙頓、里賈納與溫哥華，以試圖閃電佔領加拿大。但他們錯估了加拿大的戰鬥意志。如果這一切聽起來耳熟能詳，那是因為這正是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計劃。而就像烏克蘭一樣，加拿大人民可能會奮戰到底。即使美軍短期內能佔領一些機場並推進裝甲部隊，最終仍會陷入漫長的游擊戰。美國公眾將會目睹自己的士兵被加拿大軍隊與民兵逐一追殺，戰爭將變成北美的阿富汗。最終，這可能導致美國內部的第2次內戰。特朗普似乎把國際政治當作一場 Risk 大富翁戰棋遊戲，但他低估了加拿大人的韌性。畢竟，他們可能從未去過一場冰球比賽。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讚。